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，有很多的不确定，有很多的变数。有的时候一个困难来的时候，让我们措手不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信的，就是在基督里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可以带来赦免跟自由。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并且胜过死亡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，就让我们不是单单的发出我们嘴里的声音，我们口中的声音，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对他的那个渴望跟渴慕跟宣告。我们要一起宣告，我们相信耶稣的名是拯救的名，我们相信耶稣的名是得胜的名，我们相信他的名是永远掌权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好吧，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，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唱出我们心里面对他的相信。我相信只有一份救赎，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，一份拯救，一份悔改。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。相信他被钉十字架，靠他宝血我得到释放。我相信他的复活生命，哈利路亚，他战胜了死亡。赞美权归于天父，赞美圣子基督，赞美权归于圣灵，神他全然的神，昔在今在的君王，永远的作王。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。让我们更喜乐的来敬拜，来赞美。我们相信他是这位永远作王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一起唱，我相信。相信这份天堂盼望，他为着我预备了地方，超越所有所思所想，所能听闻所能看见的。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，他将归来迎接新娘，点燃祭坛持续燃烧，看到要成为好小狮子。我
天父，赞美圣子基督，赞美全归于神灵，神他全然的神，昔在今在的君王，永远的作王。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，赞美他，赞美全归于天父，赞美圣子基督，赞美全归于神灵，神他全然的神，昔在今在的君王，永远的作王。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，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。再次宣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。宣告我们相信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要知道你是我们唯一所爱慕的。耶稣，谢谢你为我们所成的那个救赎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一切。主啊，求你现在就来吸引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，就是那位真实生命真实的满足，大过于那一切的残酷，大过于一切的荣耀，大过于一切的成就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：“我视万事为粪土，唯有你，耶稣，帮助我们看见。”一起唱：你是我奖赏，是我唯一所爱慕。世上没有事物能带给我满足，在试炼中，我灵歌唱，永不回头，我的自由，基督使我满足。你是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，基督我全所有，救恩喜乐在于你，这盼望永不止息。是我家，暴风雨中，我灵歌唱，与你同行，荣耀归给上帝。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你是我心满足。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，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你使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。永不回头，永
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十架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你使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。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你使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。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你使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。让我们再次坚定的来对神宣告，我已经决定，一起来唱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耶稣是唯一盼望，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一颗心思意念中掌权，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。是的，让我们来宣告耶稣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，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全地，宣告耶稣。你迷失能力，你迷失意志，你是生命，谁为那阴雷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呼吸。再一次，你迷失能力，你迷失能力，你迷失意志，你是生命。摧毁那阴雷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呼吸。一起宣告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除去所有恐惧，所有焦虑，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里，宣告耶稣。你迷失能力，你迷失意志，你是生命。摧毁那阴雷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
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。我全家属于耶稣，宣告至圣尊名耶稣。一起宣告，在高山呼喊耶稣，在街道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。我全家属于耶稣，宣告至圣尊名耶稣。在高声呼喊耶稣，在街道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。我全家属于耶稣，耶稣，你迷失能力，你迷失意志，你是生命。我宣告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宣告你迷失能力，你迷失意志，你是生命。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一直想要宣告耶稣的名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，在你同在里的像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，宣告耶稣。我要宣告耶稣，哦，耶稣，是的，富强教会，我们的口不要停止赞美耶稣。各位家人，我们的口不要停止宣扬耶稣的名。我们用我们的灵来赞美神。用我们的灵来宣告耶稣，你是荣耀，你是配的。我只想宣告，只想宣告你的名，我只想宣告你的名，你的名带来医治，带来翻转，带来复兴。是的，圣灵的火，你现在吹向每一个人，吹向每一个干渴的心，吹向每一个干枯的心灵，吹向每一个需要，吹向每一个渴慕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火唯有你可以点燃起来，那个干枯的心唯有你可以来浇灌我们。